話說有一日，一個青年人問禪師：禪師啊，我女朋友出咗軌，我應唔應該原諒佢啊？禪師聽到之後就拎咗半杯奶茶同埋半杯水，然之後將半杯奶茶倒落半杯水入邊，嗰杯清水馬上就變咗奶茶色，然後將整杯奶茶色嘅水倒落個池度，但係池水依然都係碧綠色嘅。佢望住個年青人就問佢：你明啦嘛？年青人若有所思就講：你係指杯中嘅水容易變，係因為佢局限咗狹小嘅空間，而池水難變就係因為自身嘅流動同埋淵博。心裏嘅狹窄令人哋容易俾情緒左右，只有心胸好似池水一樣咁廣闊，先可以得到自由。而禪師就話：唔係啊，我係指你點樣做，幾大嘅改變都改變唔到一個碧池。Oh, come on, man!